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国民可以把自己节省没有使用的口罩配额捐给政府，让政府去做运用，而且呢，国民可以表达他想要把这个口罩呢给哪一个国家，给马来西亚也好，给菲律宾也好，给意大利也好，给欧盟也好，让政府呢去做最恰当的分配。如果国人同胞只要有1/5、2成的国民响应，14天不要把9片口罩都用完，不管用干蒸法还是用什么方法，还是一样，我用戴布口罩，我可以省着用。我们国家就可以每周提供国际医护人员1000万片的口罩，来协助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发起的运动。那至于说我们这个方法的诉求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呢呼吁未来在我们口罩网购 APP 的4.0版，我们希望能够增列一个，如果我过去14天我的口罩没有9片领完，我剩下的口罩我可以捐出去，所谓捐出去是说我没有领，放在国家那里，国家要把它拿去做国际医疗援助，我同意，而且我乐意，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选项，我们可以选填国家蓝别。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国民可以把自己节省没有使用的口罩配额捐给政府，让政府去做运用，而且呢，国民可以表达他想要把这个口罩呢给哪一个国家，给马来西亚也好，给菲律宾也好，给意大利也好，给欧盟也好，让政府呢去做最恰当的分配。我们也希望未来新的4.0版，我们的 IT 大臣能够听到我们的呼吁，希望在未来的14天，每个国人可以领的9片口罩当中，我们只要省着用，14天后我没有领用的配额，我们很愿意在手机上的软体当中点选捐赠这个栏位，让我们的政府可以将这些国人捐结下来没有使用的口罩拿来做国际医疗援助，让世界各国的医护人员能够感受到台湾人民对世界医护的共同支持。不止1分钟的掌声来感谢你们，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创造台湾人民。我们不只有口罩国家队，从今天开始，我们呼吁口罩国民队出列，只要1/10，每2周政府就可以拿出1000片口罩，只要有1/5的国民响应，我们国家政府就可以周周都有1000万片口罩呢，可以来援助国际的医护人员。够用，支援你，口罩国民队出发！